来看高雄的捷运有新的规定，美丽岛高雄车头左营顶7个站2月开始就无要开放脚踏车出入，人价脚踏车的票嘛对60块起到80块。全线各站伫上班日下晡的4点到暗时的8点，脚踏车嘛袂当上捷运。 高雄最近这几冬因为大型的活动是有够多，嘛互坐捷运的人数是一直拼过新的纪录。考虑重要转运站运量是有够大的，高雄捷运宣布自2月开始凯旋、美丽岛、高雄车站、那不底等等7个捷运站无开放脚踏车出入，原底一人一架车票价60块，嘛起到80块。除了这7个车站之外，其他的车站上下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才不会造成说，现场比较拥挤的状况，让大家可能携带脚踏车比较不方便。他是跟我说他很挤啊，当然因为我们也是会搭嘛，所以就变成是比较不方便，变成不能上车嘛，也是我就要到前面2个站去坐车，这样子就也是困扰啦。就是我们不要去妨碍到别人，我们骑车的人，我们不会去妨碍到旅客。 高雄捷运表示，为着坐车安全，还阁有多元的交通工具共存，才决定参考台北捷运的做法。拜一到拜五下晡4点到暗时8点，无开放铁马出入。不过，嘛有一寡反对意见。我认为也应该透过大数据以及基础的这个意见收集，来了解说自行车族们他们的需求是什么，以及他们在新的政策当中受到了哪一些的冲击。比较拥挤，因为人 已经在挤了，有脚踏车，对脚踏车的人较无方便啦。其他的民众认为，大型活动也是休困日，确实有感觉车厢会较矮。不过，捷运外口有足侪公共脚踏车会使租，早脚踏车入站的人数袂伤多，会当参考开放特定车厢来符合民众的需求。公司新闻王友婷、明昭权高雄报道。